我係立法會選舉九龍西候選人關偉希。今日咧，偉希嚟到旺角街市，咁咧有一個地方咧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，而佢咧最近亦都有啲新嘅動態，就係我身後嘅油尖旺康健中心，佢已經咧喺10月27號咧開始營運啦。咁咧呢個building咧，我相信大家咧其實都期待已久啊，因為咧過往喺油尖旺區議會咧亦都討論好多次，包括我哋今屆嘅區議會咧，其實咧亦都有作出討論。咁佢而家咧終於咧變咗一個係康健中心，為我哋市民大眾咧做疾病預防，做一啲基層醫療咧去做貢獻。咁具體咧佢係有啲咩設施咧？我哋行近啲講講。好。好啦，話咁快咧，我哋咧就行到過嚟呢邊油尖旺康健中心啦。呢度咧係廣東道1047號，咁咧相信門口大家熟悉啦，有好多巴士站喺亞皆老街上邊嘅。咁呢個中心嘅總面積咧有1000平方米，咁佢嘅主要職能咧其實係做一啲健康嘅評估、健康管理、社區疾病管理以及係一啲慢性疾病嘅一啲評估管理嘅。咁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啦，基層醫療藍圖其實推廣緊呢一人一家庭醫生嘅計劃，咁而呢個康健站咧，正正咧就幫大家咧去做一啲家庭醫生嘅匹配對。一方面擔任個案經理嘅角色，支援基層醫療醫生；另一方面作為地區醫療健康資源樞紐，聯繫社區上唔同界別嘅公私營服務機構。地區康健中心亦會通過健康人生計劃，為市民提供全面嘅疾病預防建議，推行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，以及提供社區復康服務、專屬護士診所以及係專職醫療服務等。啱啱聽偉希介紹咗咁多有關油尖旺康健中心嘅資訊，唔知大家對呢個中心又有咩睇法同建議呢？歡迎喺評論區入邊同我講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